真漂亮！今天要跟谁约会去啊？秦云峰呗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意志可够坚定的啊，还真当真呢。那不废话，我都认定他做我孩子的爸爸。冬眠，我觉得你这么做对麦克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？你有病吧，雷珊珊！我跟你说，我最近一直就觉得你脑子有点毛病。雷珊珊，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女朋友，你呢？你那个死大嘴巴！我一告诉你所有的事儿，你全部都告诉别人。你告诉博士也就算了，你告诉麦克干嘛？你凭什么这么对他好啊？我不是对麦克好，是因为你跟麦克本来就没有正式的离婚，你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守妇道。不守妇道！雷闪闪，你竟然敢说我不守妇道！你知不知道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雷闪闪，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啊？我本来挺好的心情，我跟戚明峰约个会，你这百般阻挠的你，嘿，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这样对他啊？干嘛你？我给我什么好处了？我干嘛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因为他帮你找到王老师了？你说好吧，你这个见风使舵的谄媚小人！打我你啊！打我干嘛？凭什么打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给我听清楚了，你以为那个王老师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这5年都在这当一个玉女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在当一个傻逼！有哪个好男人能把一个女人扔下5年都不管？我告诉你，人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像这种臭男人，扔大马路上就算被车压死了都没有人认领，只有你这个傻逼